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有遐尼大的恩典，你引带阮众人，用来到你的圣殿，做伙甲兄弟姊妹来敬拜你。主啊，阮今日要搁一摆甲你相拄，阮要用信息22首做阮的祈祷。主上帝正手，愿你伫阮的中间，愿你伫阮的中间写字，写出仁爱甲权能。主上帝，愿你伫阮的中间指出阮爱行的路。主上帝，愿你互阮知影，你是阮的主，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你是仁爱。愿你伫阮的中间医治阮的心，医治阮的身躯。愿你伫阮的中间安慰，因为你的疼痛算袂了。我嘛盼你伫阮的中间栽种，互阮的教会有望有仁爱，互台湾有自由、有勇敢、有民主，愿世界用共徛起。愿你伫阮的中间帮助阮成做一体。阿爸，要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我甲阮今日的敬拜要恭敬，交托伫你的面前。愿你感谢祈祷，拢是伫耶稣的名内面。阿免。好，咱备办心，准备念的礼拜。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愿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咱三个念圣诗，
22首，主上帝正手，请起立。主上帝正手，伫咱中原写字，写出仁爱光明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竞赛，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万物投缘，真容易行外传，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引传。主上帝正手，伫咱中原攻击，直到贪恋怨恨。咱自私甲自利，咱骄傲甲暴逆，伫主上帝正手拢受攻击。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有志，有志咱是因咱的命，对建设中得写，伫主上帝正手咱受福气。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一直破碎肉体心灵，伊安慰真奇妙，伊听通生袂了，伫主上帝正手咱受益利。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早前，在亲情自由毋忘因爱，愿世界全救民，通听起着三亲，伫主上帝正手正做祭天。主耶稣教示阮，伊就是道路、真理、活命。无照着伊，无人会当到爸厝。伊就教示咱，就要安尼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地灵亲像天灵。愿伊实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你的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参加的启应，启应文33篇，诗篇139篇，圣诗后尾面，启应文33篇，诗篇139篇，咱三个用启应的方式来交托。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前方，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
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多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惹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会算比凯撒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相共来祈祷。做位听众，自有应有阿爸爸上帝，台湾跪落拍败伫你面前，去做这段，要遵趁你的旨意，三个好势，搁三个声听。求你会当接纳阮的心意，亲像芳芳的坐请到你面前，互你接纳。啊，求你用慈悲的大能，甲丰盛的恩典，咱洗清阮世人的罪。阮拢犯了罪，得是着你。借着耶稣保护，会当忠心甲你立约。求你毋若互阮嘛拄着试炼，救阮脱离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的，直到永远。伫最近接续两个风台，大风大雨，造成中南部甲东部足严重的灾情，求上帝怜悯。春大权力圣手，停止灾害，继续伤害。毋若是生命、财产的安全，嘛有身躯甲心内惊吓，也愿恳求全能的主宰安慰甲医治。个咱选出来的政府用阮教育的智慧来专心投入救灾，互资源无拍算、无浪费，赶紧来重建因的家园，恢复因的日常。台湾教会内也有侪侪年长的甲身躯病痛的兄弟。阮将因交托伫主的手里，恁是毋但医治身体，佫是看顾心灵康健的导师。借着对上帝的信心，要成做活活的见证。台湾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互咱的主，求上帝亲身保守，接续来敬拜，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利益。阮的祈祷若是下主旨意，求伊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士师记16章15到22节，士师记16章15到22节，旧约圣经279页，279页，我来读。大利拉甲伊讲：你的心无连伫我，怎样讲你疼我？你已经骗我3摆，无甲我讲，你的气力在伫倒落？大利拉日日用话催伊、逼伊，直到伊的心郁闷到要死，就将伊心底所藏的拢报伊，甲伊讲，永毋捌有剃头刀到我的头壳，因为我对母胎就归上帝做拿西人人，若甲我提起来，我的气力就离开我，我就会软弱，亲像别人。大利拉看见伊。将心底所藏的拢甲伊讲，就找人叫非利士人的首领甲伊讲，请恁即摆搁上来，因为伊已经将心底所藏的拢甲我讲。非利士人的首领
上去妇人人遐，迄个云带伫手里，伊就互参孙困伫伊的脚头夫，叫一人来替伊切骨的头毛，对安尼困苦伊，伊的气力就离开伊。伊讲：参孙啊，非利士人要掠你，参孙困就醒，心内讲：我要亲像前几落摆，家己滚开。总是伊毋知，耶和华已经离开伊。非利士人掠伊，压伊的目睭，带伊到加萨，用铜链绑伊，伊就伫假面下无。若是伊的头毛受剃了后，佫渐渐长起来。并且小诗班献诗了牧师讲题是：总是伊毋知耶和华已经离开伊。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伫以圣的主日，咱通自己做一伙。今仔日小诗班的这首诗歌的学录吼，我毋知恁的感受吼，它拄仔有真水，真美妙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感觉吼，非常的美好吼。那么感谢上帝赏赐咱有喙有声，会当来学录伊，愿上帝也欢喜咱的敬拜。伫今仔日的思考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圣神的帮赞的内面，
阮会通认捌真理，阮会通知上帝，你创造这个世界，你建造教会，真做记号的旨意。但也求你的圣神对阮的心来讲话，互阮会当思考、反省，嘛有行动，互阮所做通得你的欢喜。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带领。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史书记参孙的故事，接下来咱就要进入比较尾声的部分吼。今仔日的经文虽然是对15节来开始的，算讲是一个结束吼。大部分在看参孙的故事吼，特别是今仔日这段吼，大利拉吼，大家就是古今中外的电影吼，大概就是很像霸王别姬的一个情节吼。在讲起的男欢女爱那个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一些故事情节，看起来有很多的激情吼，但是放伫上帝救赎的一个计划内面，咱人的性情，咱人的情感吼，怎样来发生，来成最好的代志，也是歹的代志吼。对参孙所讲出来的故事，嘛值得咱来思考。今仔日的周报，毋知影恁有注意到无？可能还未看，但是恁毋通伫我讲道的时阵开始看，就是可能表示你们头脑很厉害，可以同时开2个视窗吼。恁有时间吼，会当来读吼。今仔日的周报的封面封面文章吼，是咱的站长老娘所写的，这是顶一季神学成长班，好有邀请几位参加的同学吼写因的心得，所以恁就会当感受到吼，其实教会今年开始吼有备班，教育总比组吼有备班吼，这个信仰吼圣经的深度学习，咱嘛是甲新学院啦有真好的这个合作吼，嘛要鼓励大家吼，会当你若时间稳准吼，听牧师讲的感觉伤浅吼，你会当用较侪较长比较长的时间吼来听老师对经文的分析吼，不管是对一个方面吼来学习圣经吼，拢有圣神的帮助，你一定会得到吼。所以我嘛是真欢喜吼。对我开始接任固定教会的牧师开始吼，我认为周报的文章吼是交通兄弟姊妹交通吼分享信仰的一个平台。嘛，我家己这一当半以来，我上欢喜的是讲，其实我们古平教会的会友吼，就害羞的，恁有感受到无？我毋是讲开讲就害羞，我是讲当咱要讲起着信仰怎样发生伫咱的生命内面，怎样感动咱咱对上帝话有啥物学习的时阵吼，我觉得大家比较害羞吼，在聊天的时候这样分享，或者是说很自然的分享吼。所以一连串的鼓励之后吼，大家会当愿意先用写文章的方式来讲起家己伫信仰的学习，我感觉这嘛是真好教会的造就，我们彼此造就。伫无同款的世代，伫无同款的领袖内面吼，咱拢会当看到兄弟姊妹受到上帝话语的影响吼。所以我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讲前面这一段话？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秋季神学班要开始了，兄弟姊妹，恁去骑电梯的时阵有看到无？有吼，有爱报名，好不好？整个被牧师压着哈，嘛鼓励吼，因为我们现在是高点教会吼，来冲着吼这个平台吼，嘛讲大家要把握机会吼，报名费1000块尔，你若全勤可以退你500。好，我知道你们不受钱的诱惑，
要对上帝回忆爱较刻薄的，安尼也时间稳准吼，欢喜你做伙来当同学吼。好，咱要进入今仔日的经文。随便我讲，我头头有讲吼，经在对15节开始吼，第1节到第14节吼，前面也是有一个铺陈吼。也故事我没有办法把讲台当作8点档这样子演呐，吼，就演了个2000集，你们应该都晕倒了吼。所以我简单哈，从第1节到第14节发生的故事吼，来甲恁介绍吼。其实你对前的参孙伊的构想，你就知影吼，他就是一个造次的参孙吼，就是做什么事情吼都会有造反造次的这个动机吼。所以吼，在这中间有一个叙事吼。足短，敢若第1节到第3节，16章第1节到第3节那点吼，伊就讲伊去加设找记录啦，啊，半暝吼，雄雄就爬起来，啊，做一寡代志，啊，伊去找记录的时阵，暗时伫人遐咧要过暝的时阵吼，啊，经文叙事讲有人吼，就去到小报讲，今日参孙来到伫咱家吼。到加萨这里哈，加萨就差不多就是现在差不多加萨走廊这个西南方这边哈，它的地理名称哈范围不一样，大概差不多都在这个区块这样哈。所以有人就开始讲吼，安尼要来甲伊掠，趁这个机会吼，这个整个头脑都被精虫充满的参孙吼，趁这个时候最软弱，好把他抓起来。结果无拍算吼，参孙半暝家己爬起来吼，去拆人的啥门神，阁有2个门框，阁有安怎，阁有这个台语门徛、门坑，甲门扇、门扇啊、门柱跟门框吼，唉。啊，这个吼，咱咧讲厝内门吼，要得一个门哪点吼，所以我就去网络上找一个比较类似吼，只能够说那个图像比较接近古早时吼，因迄个时代的门层，那个门扇、门框跟门栓吼，大概长什么样子？大概就是长这样。有无？你有看到人无？有啦吼，你把就好，应该是那个你要看到人跟那个门吼的整个比例吼，啊，这个经文吼真正有够厉害。参孙困到半暝，伫半暝起来吼，将这个物件喏下伫镜头内面吼，压到希伯伦对面的山顶吼，其实距离吼差不多要走60公里，就扛这个走60公里吼。大概他参加铁人3项应该是第1名吼。啊，这个故事去找记录，这个故事就停伫遮那点。其实你著抓一个概念就好啊。加萨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非利士人所管理治理的所在。希伯伦就是较我以色列人所徛起的所在。啊，去别人的所在找记录，啊，将人半暝将人的迄个城门的那个门，好不好？守护的那个城门吼，甲压到特别挖进家己的属地吼。没有虾米人看。以前两军作战吼，摕家己的旗仔去插伫别人的土地顶面，迄叫虾米？迄叫虾米意思？迄表示虾米意思？嘿，示威啊！是要互别人看的，是一种示威，嘛是一个宣示。啊，伊要宣传什么人？宣传上帝的荣光对吧？其实不是吼，伊安尼做，伊要宣传什么？我上高，我真高，我要创啥就创啥，你们奈我不何，你们无法奈我什么？怎么中文突然打结了？台语已经够烂，中文还不好。看你们奈我何这样子吼，所以伊这个动作吼是代表伊家己在向别人来示威，伊的溃烂是来激动敌人的，敢是安尼？他的力量变成来激怒敌人吼，来诱发埋下后面的一个什么杀机，对吧？
不知道你们如何同意这一段哦？但是这个是一个铺陈跟过门，刷下来的进入大利拉的世界啊，伊伫迄个梭列谷吼，我简单讲，伊在这边就是发生一个情欲的故事。菲利斯人吼，知影伊去爱上这个大利拉吼，一个查某人大利拉吼，啊，所以菲利斯人都有所有的首领吼，都上去大利拉遐吼，该参详，讲你吼去掠迄个参孙吼，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他爱你吼，很痴情的爱着你，所以你去甲掠参孙吼，看伊会当甲你，因为伊对你的疼吼，将伊的秘密吼。甲你讲无，你若是遮贤吼，会当学着伊的秘密吼，阮就安怎？阮就互你1100银的银子吼，1100舍克勒吼，差不多是13.5公斤吼。这价值偌济吼？伫迄个时代是足济，所以伫这个梭列谷的情欲吼，差不多就是菲利斯人的利诱。甲大利拉的色诱，要成做参孙的什么网罗？伫前这个爱情的故事吼，是无单纯的。你对这个开始，你得让看到，这个爱情是有目的的。对参孙来讲是爱情，对大利拉来讲这是交易。对参孙来说这是爱情，对大利拉来说这是交易。好，这是交易。你们不要在这个当中哦，太快把自己的经验跳进去。我不是说你们的爱情一定都是有目的的，知道吗？这个是参孙的爱情。你要对这个发展吼来思考，刷下来是要注意什么代志？所以参孙用3摆的回答来给大利拉讲生笑，好。我直接帮他下一个定论，叫“伊咧甲伊讲生笑”，有趣当情趣这样子吼。这3摆咧，伊讲你用7条搭的色，吼新的色，新色吼来绑我。结果咧，真正大利拉安尼做，伊就安怎真紧就甲带互长。第2摆呢，伊讲。你就爱用袂捌用过新的色来绑我吼，大利拉嘛继续安尼来做吼，结果参孙嘛是安怎，气力足大诶，一个就安怎，甲拆开吼，其实锁它不是用铁啊，侧蹬吼，绳子一下的侧蹬安尼啊。这个大利拉吼的这3摆吼，拢甲卢讲，我感觉你无爱我，你拢甲我骗，你逐摆拢甲我讲生笑哪定？哦，第3摆咧，第3摆伊讲你爱用这个啥织布机的绳子吼，就是他头上有7条发柳吼，伊讲吼，你着甲我安怎用钉安怎甲钉咧吼。我就无气力，我就甲一般人共款吼。结果大利拉嘛是安尼来做吼，姐仔嘛是去互伊安怎，互伊的大气来安怎逃脱啊吼。所以以上遮的吼，这3摆拢是情话甲玩笑话。简单来讲就是笑话吼，爱情的笑话。其实伫伊的回答内面，你嘛会当差不多认捌着参孙敢知影伊气力的来源是啥物？7条。好，7这个数字吼，伫犹太人的数字的神秘数字里面吼，伊是代表什么意思？上帝的完全嘛。所以其实他在他的这个回答里面吼，某个部分其实也透露了，也暗示了吼，他力量的来源吼。3摆温满家己气力的来源吼，但是伫第4摆。伫第4摆的内面吼，咱就看见伊将藏伫心内的话吼，拢甲大利拉讲啊。其实这3摆的玩笑话吼，参孙家己，他在他自己的情话跟笑话跟玩笑话里面吼，渐渐失去警觉心甲戒心，感觉真好耍啊！还有感情安尼吼，斗阵
真好耍，真趣味。煞无拍算，伊讲的遮个情话甲玩笑话，落尾害着伊家己。所以大力拉就一直甲撸啊，吼，参孙后来挡袂掉吼，挡袂掉伊安尼撸，安尼一直纠缠吼，所以落尾讲出伊藏伫心肝内的话吼。台语汉字本吼，用藏伫心肝内的话很有意境。你伫虾米款的情景会将话藏伫心肝内，啊无讲出来？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会把话存放在心里，而没有说出来？我想每一个人会藏伫心肝内的话有侪种，其中当然一定会包括你对信用、对上帝的要义，你想要问上帝的话，还佫有你伫人生在世的时阵想袂通的所在。因为无人会当甲你解说，所以你只好安怎将遐个毋知影藏伫心肝内。我相信这嘛是参孙作为人吼，伊的人性真真实的所在。所以台语汉字本经用这个来做翻译吼，我觉得很到位，但是呢，就算讲是安尼，他最终还是逃不过情场的诱惑吼，所以伊讲出来，藏伫伊的心肝内的这段话吼，我甲伊写伫这面顶。伊讲将来无有人安怎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壳，吼，毋捌有剃头刀到我的头壳。因为我对舞台就归上帝做拿细人，若甲我提起来，我的气力就离开我就软弱，亲像别人。我顶礼拜讲就有讲，参孙无祈祷，咱阁真正毋知影伊甲上帝的关系。伊一祈祷，咱就拢听见，咱就拢知影。哦，原来你拢知，原来你拢知影，你对舞台出席，你就有一个真特别的任务，你就有真特别的恩赐，你就有甲别人无共款的人生的目标甲道路爱来行。他不祷告，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一祷告，我们都知道了。这是他第一次，这个所在是参孙第一拜才真实的把他自己敞开、掏心掏肺的倾诉，像一个人或是女人倾诉放在他内心长久以来没有说出去的话。这个藏伫心肝内才会明白，到底影响参孙偌久、偌深，咱毋知影。毋过当即时，伊一讲无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壳，因为我一出舞台就归互啥物人？上帝。伊其实是知影的，伊嘛知影，若有人将伊的头毛剃掉，伊的气力就会真正安怎离开伊，所以伊虽妄知，但是伊一直到大进前，伊拢咧保护这一个保护他自己的秘密，因为知影这件秘密的人，敢若有啥物人知影？上帝甲伊的爸母，阁有伊家己，对无？爸母袂害伊嘛，上帝嘛无试过甲人讲，是吧？到达伊的信用，抑阁诚做伊个人甲上帝会安怎摔跤的过程，伊也无真正去思考着是安怎，你遮尔啊特别。
伊还阁无注意着你的特别是要做啥物代志。伊知影伊家己与众不同，伊嘛知影伊家己无甲是安怎这么与众不同的原因吼。所以保护伊的方式就是开力。大家还阁会记得那些人的条件吗？特别是他哦，那个条例特别用在他身上。条件你还阁会记得无？会不会看了他一生的故事完之后就忘记他的身份？好，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哪些人三件代志：清酒、浓酒淡酒、浓酒不可以喝，不洁净之物不可以吃，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伫前的故事内面淡酒、浓酒不能喝，伫结婚的时阵就破功。伫不洁净之物不可吃不可碰，伫拄着狮啊甲跳开了后，即个信息过几工了后，伫遐发现内面有安怎有蜂蜜伊就去摸，就对尸首那个不洁净的狮子的尸体里面把那个蜂蜜拿出来，在那边边走边吃还分给他爸妈，也破功。上尾一件，就是今日的故事，唔通用剃头刀来剃头，这件代志伫今仔日安怎破功？其实伊人生一出世就有工作，就有人生的方向，就有气力，甲有温书。伊所爱做就是安怎保守伊的身份，保守伊的气力，要成做上帝的路用。有当时我咧这几个月好吧，这几礼拜咧一直咧思考参孙的故事的时阵，我家己咧灵修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还蛮羡慕他的，因为我家己对少年的时阵伫咧认捌信用定伫无共款的年岁中间都想要在上帝的里面寻求我的命定。恁什么时阵知影上帝伫恁生命中的命定？恁敢知？就你大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出社会要做牧师了吗？没有我其实一直在想说，我应该是个艺术家或运动员吧，这样。好吧，看起来我应该现在当牧师很成功，你们都没有跟我有共感。我国小就跟我爸说我要当运动员，然后我爸就一点开心都没有。他说：“可是你先天不良，后天失调，你要怎么赢过人家？”讲我说哪有人父亲像你这样讲话？他说有，就我。所以参孙的一生一开始就知真清楚伊的方向的时阵，有当时伫咧世间无受的基督徒，有当时也就欣赏的，他好快就知道他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了。总是，就算讲知影都安怎？你若无去做，有敢若无的。兄弟姊妹，你爱听好清楚的。你若就算讲你真早就知影你的方向甲人生的目的伫倒落的时，但是你若无去做，有就敢若无的，有就敢若无的，安尼就真拍算。伫一路以来的破功点名，嘛爱互咱诚做基督徒，诚做教会，一定爱思考。虽讲咱甲伊的时代差甲足远的，差很远，但是上帝的旨意伫参孙这个事实的顶面，伊的竞选的内面，咱嘛看到咱家己的款式，敢毋是咧？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在参孙的故事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写照？刚才咱是无同款的背景专业，但是咱受呼召，甲得到上帝的恩赐，这个恩典拢是同款的。咱敢有好好珍惜来回应这个呼召，甲所领受的恩赐咧？真可惜，参孙没有搞懂的事情是，梦中醒来，前面是人事已非啊，
但他这一次梦中醒来，就好像仍然在梦境中旅游，因为史书的作者写出伊心内的话讲啊，伊心内讲，我这道嘛要甲前同款安怎来脱离，对无？前几摆伊嘛是安尼家己滚开，就反正我只要转一个身，我只要用一下力，这些枷锁、这些捆绑都怎么样？奈何不了我。伊讲伊要甲前同款来滚身，来脱离这款的捆绑。伊无好清楚的是，伊煞毋知影，伊却毋知影耶和华即时已经安怎离开伊。这段期间，就是参孙做士师的这20年以来，因为他的记录就是他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伊活的这段期间，活敢若亲像无战争。你看参孙发生的故事，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耶，哪里有需要士师？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士师的爱情跟家庭，是不是？就是伊的故事的顶面吼，你看袂到以色列人真正是被辖制，或者是被敌人压制的那个痛苦跟那个不舒服，你看袂到遮的。参孙的心中看袂到，伫以色列百姓的反应，你嘛看袂到。因这个时代活敢若亲像无战争，是无？真和平、真太平的感觉。所以伊无伫这个中间去认识呼召伊的上帝，去理解伊的职分，伊敢若是照伊的人生安尼来过生活哪点？他把自己过得跟一般人一样好，他把自己过得跟一般人一样的好，真舒适啊！所以前我有用一个文化操控的概念，放伫他的处境来讲。伊的犹太同胞来到伊的面前讲：“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造次，然后害得我们什么现状被破坏掉了？”所以他们到底是知道自己被辖制还是不知道啊？以色列百姓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吧？知道吧？所以这嘛是上帝真想要问参孙的一件代志。我的百姓，以色列人，打即时互非利士人来压制、来管理、来无存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你敢毋知影？恁敢毋知影？日子过了上好，是真的很难有警觉心跟戒心。我一直有讲吼，史书记的这个背景吼，你也不是眼光只看着参孙个人的故事吼，不要把它当8点档。你去读以这个个人的史书背后，迄个时代犹太人、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吼，其实做台湾人，你是应该要很有既视感的。你应该要很有既视感，因为的表示，咱若是一点既视感都没有，安就表示咱对咱的土地、对咱的国家、对咱生存的有危险，一点仔感受甲警醒拢无。真正台湾真平安吗？会当趁钱就好，会当有饭食就好，对吧？真正台湾真平安吗？我不是要激发你们，好像草木皆兵，不是。战争有时候不是你眼前或是你电影里面看的那个战争才叫战争。犹太人失去戒心的时阵，失去危机意识的时候，因是安怎死的拢唔知影。那无有上帝的保守，甲要保护这个民族甲选民的话，犹太人怎么消失在这个地球表面上的？好不好，连他们都不知道。
台湾人嘞，你自己会知道吗？这是咱爱徛伫这个土地咧生活，徛伫这个土地真做基督徒的教会，爱定定为着国家来祈祷、来顾守的、来思考的。他顺着自己的人性生活，让自己过得跟一般人一样。所以对伊的心中，你嘛看不出他有没有他的这个不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跟使命？那一个干咧跟人冤家咧相拍，要抢某。但是我有讲吼，你若是干那安尼来看参孙的故事，你得不出结论，你只会得出我也可以当士师，因为其实参孙的状况跟我差不多嘛。其实大概就是这个层次，所以你要一开始会爱不断的记得一件代志。上帝拣选参孙诚做士师，是要找机会来安怎攻击非利士人。这一句话在他的故事一起头就有讲明，所以你要一直看参孙故事的细节，知影是安怎。伊做出伊家己拢毋知影的代志，但是因为伫上帝的手头，诚做一个发动的机会吼。所以你会当想啊，若是没有士师记作者头前迄句话讲，上帝要借着参孙来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没有这一个前提的话，我跟你讲，其实参孙的人生就是乱成一团。简单讲就是这样。有力气跟没力气，那就是比拳头大小而已。所以，但是你对士师记的作者一开始有讲清楚，这个是他被选为士师的目的跟任务的时候，你得看这个士师他失去他的职分在什么地方上。在这段期间，伊甚至唔知影耶和华已经离开伊啊呢。这个士师是不是失去戒心，失去的让自己的灵性都钝掉了？所以你若是要对这来警醒，你得要回头去看是什么款的生活，是什么款的心态，是什么款的日子，互伊真做安尼，这才会当真做今日的教会甲基督徒的帮助甲提醒。所以圣经有一句话，一个智慧的话安尼讲：你的日子如何，你的什么？力量就如何。我大摆咧想圣经的句子的时阵，无论是从原文或者是翻译的文本来看吼，其实细节都藏人，好不好？魔鬼藏在细节里，它的顺序很特别，它不是说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就如何，它是倒过来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什么力量就如何。所以兄弟姊妹啊，教会你是安怎过你的日子的？其实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啊，我就甲一般人同款就好啊，平顺就袂歹啊。当然啊，这是感谢主的代志。但你受呼召，敢若是安尼尔定吗？这是咱爱思考的。我人生受呼召的目的，甲爱服侍的内容，一定我相信一定甲兄弟姊妹无同款。恁自我细汉的时，我20几岁就来到高龄教会来服侍。恁自我细汉的时候就认捌我，就知影讲我真做传道人的一个过程甲改变内面，我嘛是渐渐咧顺服上帝的呼召。不然，其实我是一个一直跟上帝在摔跤的人。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委屈我自己，还要服侍上帝、服侍众人的个性。我就感觉讲啊，我就看自己就搞啊，我自己在职场上过得一帆风顺，然后那个吃得很开吼，其实也是蛮快乐的。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吼，然后休闲娱乐呢，大家都找我，一定很有乐趣这样吼。我嘛是就意来去看的生活吼，就自己人生真的是自己掌权最好。所以我一直行到我真做受上帝的呼召吼，来服侍教会的时阵，我嘛是一直咧对付我家己的个性，还有我的日常生活的安排。伫我咧思考，一直甲上帝
呼救吼，人别人呼救吼是求上帝来帮助，我呼救是呼救上帝莫插我。我厝啊，你著外口的足侪人欠需要你的疼甲拯救，遐个人足欠亏，你先莫插我，互我来，我家己甲我家己照顾啊，真好势好势。我是安尼甲上帝咧求讨的，你敢知？但是我渐渐发现到我人生的道路吼，一直在趋往得回应当传道人这件事情上吼，我实在有一摆就是不得不在上帝的面前放下自己，所以我就开始锻炼我自己吼。我就是手机每天固定就是调6点。更早之前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有意识到死定了，我好像得回去当传道人。然后我就觉得以我的作息一定是没办法服侍教会，后来我就开始设定我的那个闹钟，5点半跟6点。我就算讲迄天吼无代志无安排吼，我嘛是勉强我家己，就是6点5点半就爱起来做早顿嘛好，起来灵修嘛好。安尼操练一段期间的时阵，我就问上帝讲：人生过得这么无滋无味的吼，我就是那几个月，我就是只操练这件事，除了日常工作吼要完成，但是心内就是知影讲，你若是要回应上帝的呼召，有一些你自己的习惯必须要改变。那我就必须第一个得改变，就是我的夜生活习惯。一直维持到今嘛吼，所以对我来讲，习惯一开始很难改，不过今嘛这部书到今嘛也习惯了啦。没有好坏，像你今晚我要讲没有好坏，但是我确实因为我家己愿意做这个改变甲操练，我嘛看见我的日子安怎，我的快乐就安怎。我日子如何，我力量就如何吼。所以这是一个真稳定的代志吼，分享给兄弟姊妹。你若是家己灵修反省来思考，主啊，你甲上帝求主啊，我要过什么款的日子？求你教示我，求你教示我。所以参孙伊的性命，就是因为伫这个一直以来失去警戒心，一直以来失去危机意识的情形下，连耶和华上帝离开伊，他都没有感觉。望教会灵舍，不要像参孙这样，迄就看咱是安怎来过日子，迄就看咱安怎来锻炼咱的信用，伫服侍的中间，伫灵修的中间，伫亲近上帝的中间，你安怎来面对你家己？所以他的下场就变成这样，目睭叫人挖出来，用伊的规身躯用迄当链吼，叫人锁起来，伫尴尬伫咧下无，好在那边做那个，在那边推磨，就是一个阶下穷啊，就是一个阶下穷。对于个人的角度来反省，其实伊看清一切甲上帝有关系的代志啊。参孙看清一切跟上帝有关的事物，就是代志随便做吼，都袂有代志。进前安怎舞照跑，马照跳，酒照喝，都有出代志。没有啊，还是可以杀敌无数，对吧？没有出代志啊，因为伊有气力，还阁伫咧，还阁你咧保护伊，伊无透过这个保守伊家己的积分来真正认捌伊的上帝，所以无采伊的文书啊。他没有真正认识上帝，就徒有一生的恩赐啊。上最无言的是，就算讲发生什么代志，真做比一般人更加特别的参孙，却唔知影，大只是耶和华上帝已经离开伊。我把它用得更白话文一点，因为耶和华离开人，你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每个人经验不一样。有些弟兄姐妹会跟我说，牧师，我没有感觉到上帝跟我在一起。后来一共，如果要说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最白话文的讲法就是，伊唔知影伊的气力已经离开伊啊，有恐怖无？伊平常时拢是有气力，我一出来就安怎杀敌200。但是伊即摆要一出手，伊根本就唔知影，伊一出手的时阵，一点仔气力拢无。
兄弟姐妹啊，你不要跟参孙一样，最后只剩下身份。身份不是你的保命符，是这个身份提醒你应该过什么日子，才是你的保命符。当伊唔知影的时阵，挖眼、同链锁、监狱推磨，变成他人生的结果。所以他以前有眼睛、大溃烂、横行无阻的时候，那样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就是咱爱学习的，无有真正认识上帝，干那有一个身份，就是空有一身功夫，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伫参孙的个人的身上，咱学习，我们不要看清上帝予人的恩赐，你莫看清上帝赏赐你我的恩赐。咱的恩赐不是要去指责别人，做无够啦。我们有的恩赐不是要去批评指教别人说，你怎么没有我厉害？不是，你发挥你家己的，你发挥上帝放伫你心上的。你慢慢看清，甲上帝关系的利用这个身份，徒有身份确实会让你空有一身功夫，可是你也不要看清这个身份的意义。因为这个身份是你的记号，是你提醒你家己信用的记号，会给你时时保持警惕。不是只是那个国家安危的警惕，是你灵性的警惕。你的灵性要有戒心，你的灵性要有戒心。至于你要安怎来操练，求上帝来怜悯。上落尾教会基督徒，咱来珍惜上帝所应允的同在。你有珍惜无？不要跟参孙一样其实那个力量也是一种看见上帝同在的记号，但不珍惜的时候，你连他什么时候不见，你都不知道。愿我们的灵性没有那么迟钝。上帝祝福我们，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阮。主，你的确已经应允，予阮一个得救的身份。你的确应允，你要赏赐阮传福音的恩赐，是用阮的性命传福音的，是用阮的行罪传福音的，不是用一张嘴。主，阮要谦卑伫你的面前，求你的圣心提醒阮有遮的稳定。求你的圣心帮助阮有快乐、有欢喜的心，毋忘的心，来活出合你旨意的日子，通伫这个世间见证你的同在。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个用新的改编来回应，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编，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咱三个内面圣诗137首，羊99倒伫平安。圣诗137首，羊99倒伫平安，请起立。是有一只是要山
三个来奉献。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愿通来到伫你的面前，为着你的疼甲固守来感恩。若那亲像参孙的故事，阮看见伊因为信任错误，结果失去你所赐予伊的气力。阮嘛常常伫生活中面对有诱惑的甲挑战的时，失去对你的倚靠。主上帝，请你帮助阮，
互阮每一日会当活出你的旨意，无受世界的迷惑。愿阮的心，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拢通我靠你的气力来行，做你的见证。求你继续使阮气力，互阮活出信心，将每一日拢献上伫你的面前，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拢是伫你的名内面。阿门。咱要行平安的大声，今日介绍几个新朋友，有两个拢是玉成的朋友吼，一个叫做启恩，一个以乐，是谢以乐啊。来，玉成要介绍一个，介绍吗？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那个玉成的朋友，然后是台北大专的气友。哦，欢迎欢迎。娱乐不用介绍啊。来，我们也欢迎这个很久不见到的梁弟兄跟琼瑶姐，教会有来，教会有来，欢迎以后每个礼拜来。像。牧晨啊，牧晨有来，牧晨在后面。牧晨柔儿跟那个雨熙，那个。我的儿子跟媳妇还有孙子，来，咱开始来行平安礼，咱先唱一摆。大家来请安。好，我们也不要请安一下。来听你，因为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指示来听你。来，请大家坐落来，礼拜还未了，会后甲来交托，请大家坐落来。还未到交易的时间。牧师较紧转来。我回座位了，你们要回去啊！快点。
啊，来要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一个金句，伫迄个周报上老尾，咱迄个台语、华语读一摆，预备起来。恁反转看清我一切劝诫，毋肯受我的责备，所以恁拄着患难，我要清笑；你拄着惊吓，我要浪云。你的惊吓亲像狂风吹来，你的灾祸亲像光烈风扫来，患难痛苦临到恁身上。迄时因要求我毋听，切切找我，找袂着，因为因怨恨知识，无欢喜敬畏耶和华。箴言第1章第5到29节，华语。你们忽视我一切的劝诫，拒听我的责备，你们遭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惊恐如狂风来临，灾难好像暴风来到，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我必嗤笑。那时他们就会呼求我，我却不回答；恳切寻求我，却寻不见。因为他们恨恶之事，选择不敬畏耶和华。箴言1章25节至29节。咱先开周报第4页，地点下晡1点40，伫副堂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步。后礼拜是主神主日，咱要邀请生命宫艺术团来讲道、献诗。请安甲分享，请兄弟为着这个团体关心奉献甲代祷。过来，咱10几年捌办的邀约礼拜培灵会已经开始报名，到后礼拜为止，费用是700块。因为即摆出去是两工一病，所以有牵涉到要带，所以咱要安怎带，想要安怎带，拢会使写去，咱会当安排。那会记700块先煞交。到8月底吼，过来，咱秋季的迄个教会成长班，就是邀请这个台湾新学院曾宗盛老师开设的。即摆是要讲的是路德记甲约拿书。那大家看封面就知影讲，这个占顶娘伊的感受真深，收获嘛足大的，请大家会当踊跃参加。过来，咱随常丢落的纪念奖学金吼，鼓励咱本会青年会当来踊跃参加。今年是第2年，若有读册拢有准算啊，那没有这个成绩的上限。那下晡财务组公告，那因为政府的个资法的规定吼，上少为9月初开始，咱的电子周报拢未刊登咱教会迄个奉献的资料啊，像咱摕这纸本抑阁会维持一段时间吼。那你要查询奉献明细，咱找咱办公室的迄个干事吼，甲财务同工。今年度的迄个教会财务训练，抑阁一摆，伫9月初6下晡2点到4点，伫本会副堂，若有兴趣，若有对这个咱教会财务兴趣，想要训练，拢会使来。咱们请到这个济南教会王雅玲会计师来分享。啊，过来，双年大学后礼拜拜2是开学，早起9点半有开学的迄个礼拜，欢迎兄弟报名参加。那本会兄弟拢有补助，请大家为这个双年大学的事工来关心奉献甲代祷。啊，下面其他的公道事项，请大家看，无事。现在平安，伫遮我要来补充报告一项代志吼。昨昏暗时我同学让牧师吼，伊对山顶吼载因兜家己种家己种的迄个青菜吼，落来吼，伊讲嘛是分享互兄弟姊妹吼，你们就自由拿取。因为安尼，伊是听咱大家啦吼，所以我就说安尼，咱着边仔囥自由奉献吼，来甲因祝福安尼吼。遐个菜吼是山上
山上的那个蔬菜吼，是很棒的吼。所以，若是你家己厝内有咧煮食的吼，也欢迎来参考吼。好，那即时咱先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世间无有一个人你无看重，伫世间无有一个性命，毋是伫你的救赎的内面。主，就算讲伫知识内面，伫圣经的材木内面，阮拢知影遮个代志。但是主啊，我要恳求你的圣心帮助阮的心，嘛有真正即款的行做。阮嘛听你，我嘛听世间人的性命，我嘛意爱主你的旨意，福音遍行伫全地。但总是阮伫参孙的故事内面，阮看见满满的人生。我们人真的是很有限，阮的软弱，我们会想要懒惰，阮的贪心，有时候我们很想放弃努力。有当时伫遮的想法的内面，阮讲话甲人斗阵，阮会伤害着别人的心。有当时阮嘛会伤害着家己。主啊，阮恳求你怜悯阮，赦免阮拢总的罪过，也互阮会通伫每一礼拜的日子内面提醒阮，阮的性命是分别做成的。主无有一天毋是阮的机会，所以恳求你的圣神鼓励阮，鼓励你的百姓，鼓励你的教会。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要有永远不变的信心，就像你一直用你永远不变的爱在爱我们一样。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看见伫你的内面，阮拢有路通行。也求你固守伫兄弟姊妹中间，阮的家庭、阮的婚姻、阮的爱情、阮的人际关系、阮的头路，还阁有阮的信仰，求你坚固因。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唱落尾圣诗，请起立。可贵心被上帝，眼更新，叫血心上为你，做的地，现在的地，将来也永远的地，永永无尽。阿门，阿门。就知你已经选择上帝做恁的上帝，就知上帝也已经应允圣神伫恁的内面，成做恁得救的记号。就倚靠伊来行世间的路，就时时警醒家己的行做。若有得失人的，就求赦免；若有愧力的，就通分享；若有智慧的，就传福音。就知恁所行一切，上帝拢记伫伊的心内。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地地，要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灭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再来散会。
上帝赐福咱大家啊！伫遮吼，我搁特别介绍一下咱那个下个礼拜的那个慈善主日，这个生命光艺术团吼，因是用西瓜、蚵肉吼啊来举办后礼拜的这个敬拜吼啊，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带着一个欣赏的耳朵吼，跟一个信仰吼一起来参与下个礼拜吼。你若是有兄弟姊妹吼，就意爱听诗歌吼，欢迎你邀请因来。愿上帝赐福咱大家平安。